再来看前2天哦，天气变较凉冷，也毋过气象署表示讲，今仔开始东北季风减弱，一直到拜三，各地拢会较烧热。拜三暗时哦，东北季风会阁增强，各地低温哦，剩14度。一天哦，阁会比一天阁较热、阁较寒。拜六礼拜阁有一阵冷气团，到时阵哦，上低温只剩12度。 拜一对公车落来民众规身躯枯做火，就惊落车去互风扇着。气象署表示，拜一透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，全台湾的温度伫15度至17度，平均上低温出现伫苗栗大河11度点9。不过气象署嘛讲，拜一中昼过后，东北季风慢慢减弱，气温会回温3天，全台湾高温有到28度。预计到了周二及周三都还持续的回升，周三其实各地的高温大致上会落在24到28度左右。 也毋过，气象署嘛表示，到拜三暗时，东北季风会搁再增强，全台湾天气就会反冷，各地低温剩14度至15度，到时阵嘛有雨水。拜三到拜五水汽增加，北部、东半部嘛会落阵雨。那到了周三晚上到周五呢，由于东北季风的增强，水汽会再稍微增加一些。那主要就是在大台北地区、宜兰花莲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雨。 周六、周日呢，冷空气会再更强一些，不过水汽上面是有逐渐在减少。另外，气象署嘛提醒民众，拜四开始会一天比一天搁较寒，拜六礼拜受到冷气团影响，会搁愈寒，全台温度上低温敢若剩12度。气象署提醒民众要特别留意天气变化，避免感冒。记者陈阿轩、郑俊佑台北报道。